我们先按键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说一些侍奉是为了荣耀主，一切的侍奉都是为了主。你当按键祷告完之后，请正为弟兄们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早。我们的聚会现在要开始，那请大家预备心。那我们的奉献袋放在后面，请各位会友可以自行奉献。那请将手机开为震动或关机，以免干扰到聚会的进行。宣召诗篇103篇3到4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让我们一起起立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是非常非常的够我用。让我们在早上的时候一同来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你是我奖赏，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
在思念中，我灵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基督是我所有，救恩喜乐在于你，这盼望永不止息，天堂是我家。暴风雨中，我灵歌唱，与你同行，荣耀归给上帝。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
可永不回头。是的，主啊，你是我们的满足，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主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常主你的恩典，愿主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主啊，在你里面我们不口渴，在你里面我们得着真正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十字架在我们的前面，世界在我们的背后。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主你里面认罪悔改。主啊，因为我们真的很软弱，主啊，但是在主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主啊，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力量。谢谢主耶稣，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高空白云上破晓阳光缓缓升起来，我心不再犹豫不决，任何困难临到我仍要选择主你旨意，在神的光中向前行，信心来仰望你，要凭着信心，生命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主的慈爱，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时，全都从我开始复兴起来。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梦想，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时，全都从我开始复兴起来。在那高空白云上，破晓阳光缓缓升起来，我心不再犹豫不决，任何困难临到我，仍要选择主的旨意，在神的光中向前行，以信心来仰望你，要凭着信心，显明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主的慈爱，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时，全都从我开始复兴起来。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时，全都从我开始复兴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时，全都从我开始复兴起来。哦，是的，主啊，复兴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做起。圣灵啊，也求主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重新的再一次点燃我们心中的热火，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爱的祝福的管道。主啊，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会碰到许许多多的挑战，许许多的诱惑，但是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力量，
选择主你所喜悦的方向，选择主你所喜悦的选择。主啊，我们就将我们所有的会众、所有的弟兄姐妹，就交托在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往前行。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此时，让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今天恭受的圣经经节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节到第3节。你们注意来听，我来念。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没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以上。此时我们要请蔡总义长老来证道。今天要证道分享的题目是服事与爱。弟兄姐妹平安，很难得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本来说寒流要来，可是看起来天气还是蛮好的。不管寒流有没有来，这次我们的平安夜还是仍然报佳音，因为很难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当他第二次来的中间，我们要为主而服事。昨天晚上我又被圣灵所吵醒，最近可能比较老了，他可能看到我日子不多还怎么样，经常有时候会跟我一些讲话。这是第4个主日，服事跟仁爱。我们怎样去服事上帝？我们怎么样将我们的爱发展出来，将我们的爱传播到全世界？从我们社区开始，从我们教会开始，一直传播出来，而不是我们在这里当俱乐部的聚会。我们这是第4根蜡烛。我们用告诉我们，我们要服事，我们要仁爱。爱不是空口白话。哥林多前书13章是爱的诗篇啊，大家非常的熟。每个几乎婚礼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念这章经节，尤其那个爱的真理，大家都会背的。大家也都很熟。13第1节告诉我们什么？我若能说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刚才我们看到主灵在这边打鼓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股感动。他是出于内心，他为了赞美主，他在这边打鼓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说，我的心跟他融入了。我们跟 Sky 在谈利达的时候，我们发觉到说，当时我们中教刚成立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打鼓叫太酷，我们就觉得不得了了，居然还有人可以当利达。不管那个志伟跟那个玉芳在的诗歌，玉文跟我们诗情，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行为，都觉得这个教会实在是神所祝福的教会。那我突然神唤醒我起来，就要去看罗马书12章11节，说殷勤不可懒惰，你们要心里火热来服侍主。所以有翻到耶利米书48章11节告诉我们，懒惰服侍主的必受诅咒。我就跟上帝讲说，我是太懒惰了。每一次可能我这辈子可能太顺了，20岁参加布道，20几岁参加布道团，30几岁被杨实林牧师带到新生教会，40几岁到大湾教会，都是成立小组跟带整个的敬拜赞美，50几岁到
盐水教会开始做牧会的服事。我问上帝说：“我是不是偷懒了？你在讲我？”上帝笑一笑，没有答案。到4点多，我忍不住了，我又睡着了。我起来，我就觉得很奇怪，每次那个梦都非常的清楚。我告诉各位，如果你们晚上做梦，保证你们早上起来都忘掉。可是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看到你们这些这么大的恩赐，这个教会每个人有这么大的恩赐。你看，光诗情来讲，我们叫诗情可以摆出来，有的教会连一个诗情都没有，都要罗雷的。我们教会诗情，甚至我们可以变调，我们教会可以弹非常好的音乐。我们恩赐很多，我们连打鼓最起码就有2个人可以打鼓吧 ，Sky 跟那个主林都可以打鼓吧，可能还有人可以一起打鼓。有的教会连买一套鼓，我记得我刚去大关教会买那套鼓4万块钱，我那时候的薪水也差不多整个月的薪水就去买那一套鼓。打鼓找不到人呢，还有一个人慢慢去学。先找一个老师来，然后慢慢去乒乓，就这样慢慢打了1年呢，才开始成立一个敬拜赞美团呢。你看现在大关教会的敬拜赞美团是什么样的敬拜赞美团？那个叫做整个乐团，整个交响乐团，整个在赞美团。我们的恩赐，你如果没有根基于爱，就从那边都想得拔吗？我看我们很多的恩赐今天我们突然这个。那个放映机坏掉，我就讲说，我等我欧巴来，结果他真的竟然把它弄好了。我本来以为说算了，放弃了。要我的话，我这个白痴电脑我就是白痴。我在回想我这一辈子里面，我的恩赐比各位真的少太多了。你们在身上我所看到都比我们强太多了。我只比你们强一点，就是我脸皮比较厚，我比较敢，就这样而已。我就爱作秀。刚开始的时候，人家都说你这个人爱作秀，20-30岁年轻人爱作秀，我就爱作秀。为了上帝，我作秀没关系，你可以一直骂我。爱的根基是什么？教会的功用是在恩赐。你有恩赐可以服侍教会，可以服侍主的身体，可以服侍主耶稣的身体。他为我们降生来为我们受死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恩赐来服侍他。又为主所用，但是教会的本质却在于什么？在于爱没有爱就不是教会就是 club， 而不是我们所谓的 colonia 团契。什么叫团契？所以就是在主爱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彼此交心，每一个人互相付出你的爱。站起来！今天我们的歌里面叫我们站起来。今天正为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叫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复兴的开始，一个侍奉。这1年多来，我已经经过第2个圣诞，快过第2个圣诞节了。我这心里对主觉得有点亏欠。当然，我可以找很多的理由，很多牧师的教会不见得比我们好，他们都跟我们讲很多理由的 COVID-19， 所以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可是从20几岁到现在将近70岁了，这50年来我所经历的，几乎到每个教会大概1年都会成长1倍。可是我到我们中心教会来的时候，觉得我们教会开始在成长的时候，碰到 COVID-19， 那我自己就找理由，COVID-19 说我们教会没有成长。可是我们没有恢复到 COVID-19 以前的状况，不要说成长，没有。我们说应该站起来的，我们教会的功用是什么？我们应用恩赐才是真正服侍的道路最奇妙的道路是什么？你服侍主才是真正的奇妙。所以我们没有爱的恩赐，就是空口白话。你的服侍不都出于爱？那是空口白话。你的服侍是出于爱。今天早上我们牺牲，我跟他打招呼，我跟他平安，他连理我都不理我，跟我笑一下而已。小心打他屁股。但是他是爱他爱我，我就看到他这样看着我。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恩赐有我们的才干？这是爱，是神的本质跟生命是什么？恩赐是为了我们的才干。我们要神给我们这些才干里面是做什么的？圣经有提到有5000的，有2000的，有1000的，也要做5000的，也要做2000的，还是要做到1000埋在地下的。
我们有时候我一直在想说，你们年纪都比我20岁的时候那时候大了一点吧，因为结过30岁吧。其实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独当一面。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青年每个都可以独当一面，站出来吧，站起来吧！你们要当耶稣的角色，我们是摩西的角色的。说摩西实在是有点惭愧了，我们就是等于我们这好了，我们当亚伦好了，还是户尔好了，我们是只能够躲在旁边为你们祷告的角色，是你们要站起来的。我们从20几岁我就站在讲台上面，从儿童之家开始跟小孩子讲道，到树林教会去讲道，晚上20几岁，大3，现在几年了？可是我看到这些人，看到你们那种才能、那种恩赐，每个都是比5000的更多哎。如果圣经能够写1万的话，你们都有超过1万。那我大概只有2000，我不会讲我1000，因为我没有买起来，但是我顶多是2000。可是，在这个恩赐里面，上帝不管你有没有恩赐，因为我靠那凡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多能做。是谁加给我力量？主耶稣基督，圣灵加给我力量哎，不是我自己有多大的才能跟恩赐哎，是因为靠着圣灵，靠着主耶稣基督，是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我们去做。我觉得勇敢站在这个讲台，其实很惭愧，我没念过神学院，我没有被你们轰下来，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可能你觉得你又不是念过神学院，你下来跟我讲什么道？但相对的，勇敢的传扬出去，是每一个人都是君的祭司，人人皆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使者。明年开始，我一直觉得明年开始，我对这个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负担。我感觉我们的台语礼拜成人这一部分开始感觉上快爆发起来的感觉了。那么我也希望我们青年这边有那种爆发的感觉。每一个人，不要小看你们每一个人。你每一个青年，我昨天在祷告的时候跟上帝一直在祷告说，真让我睡一下吧。他说不，你要告诉青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告诉他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重用的，不要小看你们自己。像那个保罗先生跟提摩太讲的，不要小看你们年轻啊，其实你们是年中的人，不要小看你们呢。这每一个人都比我们那时候强很多哎。这人是谁？你知道吗？丁允恭，认识吗？这是他的办公室。丁允恭你都不认识啊？你们可见你们都连报纸都不太看，蛮有名的人呢。这是他办公室，真的是办公室。这个我不是制造出来，办公室后面有个匾额叫做才干过人。真的有啊，真的是这个匾额啊，有才干。可是我觉得你们才干就恩赐嘛，你们恩赐有啊，他真的是蛮有恩赐的一个人呢。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才干过人若没有爱，那不是成了明的罗想的拔吗？没有爱有什么用呢？就像我们所看的那个罗塞蒂，这是19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而且专门在画那个复制画。他的画很多人欣赏他，而且他很会鉴赏画。有一个90几岁的老人过来了，拿了一批画，他说：“你帮我鉴赏一下吧，帮我鉴定一下吧，因为我女婿本身就这鉴定画，画的鉴定不简单呢。一张真正的梵谷的画是好几亿哦，好几十亿哦，美金呢，英镑呢。如果伪造的话，搞不好几百块就可以买得到。所以你去帮我鉴定看这些画看看，他就看一下。”他说不好意思啊，他才不好意思跟他讲说这话真的是没什么，他只讲说我这个看不太出来，这个话我看不出来有怎么样，你可能找别人去鉴定吧。如果一个鉴定画的人跟你讲说我看不太出来，请你找别人鉴定，就是告诉你说那个画是假的，那个画不是真品，那是仿造的谎画，那是伪造的。那个老人就叹了一口气，他又从旁边的袋子又拿了一批画出来。那个一看啊，那个罗塞蒂一看，一换，这画真的画得好哦，
哦，这是谁画的？哎，其实我的印象中没有这号画家，这个画的非常好，谁画的？那个老师眼泪掉下来。你第一次鉴定是我画的，后面这批鉴定也是我画的，都是你画的。你第二批你说好的画，是我年轻的时候，说中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成名。我每一幅画我都用我的生命去画它，可是我慢慢我成名了，我在拍卖会场我的画越卖越高，那之后我就大量的画，因为我都可以卖到好价钱。最后我画了很多画，我不再卖的，因为我发觉到我没有生命，我画的画都是自私的，没有生命。所以我今天拿来给你鉴定，证实从我成名之后，我的画就不再有生命。我们也一样，我们从小上主日学，我们少气、清气，然后我们有敬拜赞美团，我们做了很多的服事。你们觉得应该长大了吧？我们20几岁那时候没有长大当我们第一次在参加布道团的时候，我们说跟上帝讲说我们要设立了时间教会。倒是才4年而已呢，怎么可能设时间？但当然没有啦，只有设时间。但是我们要设立教会的时候，我们跟上帝讲说可能吗？但的确就设立了。你说我圣经懂吗？我坦白告诉各位，那时候我真的不太懂圣经我就每天就看圣经我就买了好多的导读本，买了好多的注释，买了我家呢。如果你去问我太太知道，我家是专门一个书房，专门专那个我们的信仰书籍的圣经，所有的宗教的圣经都有。那个美国当时 Press 台湾还没有翻译那个张启明他们以林书房还没有翻译的时候，我们家就一堆了。全部的钱都花在这些，不是全部的钱的，很多的钱就花在这些买这些信仰的书籍。只要神学任何一个教科书，我都有买来看。我没有念神学，最起码我就看你们的书吧。经年累月，每一篇讲到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负担呢。我到现在从礼拜一到礼拜七，等于凌晨都还在准备我的讲道。我的讲道是每次都40-50张的 PowerPoint， 怎么赶快把它缩减，而不是增加？是希望我讲什么？你们已经这么久了，我还要真的严厉的告诉你们，站起来吧！每一个人都可以独当一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一个团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组的小组长，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区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尊君的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牧者。不要小看你们自己。就是当初那个马偕博士来到台湾的时候，人家认识他妈的人讲话大家都听不懂从听不懂，从开始学罗马拼音，从开始学台语开始，他只能讲一句话耶稣听你，耶稣听你，我嘛听你。其实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在问说以前的那些阿斗来这边传道到底是怎么传道他们就会讲一句话耶稣听你我嘛听你叫破赛脱粪赛个破了嘛，讲耶稣听你，像我讲耶稣听你，妈讲，没得给你妈讲，给你博士那个破赛讲，在这讲这赛那个水回要浇田泼在我身上多浪费。耶稣听你，我嘛听你，就靠这句话就这样把福音传开了。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圣经都背得好熟，我们就是在背金句，但是我们是背，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要把那个服事出于那个真爱的服事？哥林多前书13章第2节，整个哥林多前书13章，我看你们都背得好熟了，尤其那个爱的真谛背得太熟了。你们背熟，我也背得很熟可是相对的。我认为先是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你们比我都懂上帝告诉我们，他们比你都懂，他们恩赐、他们的才干比你都多恩赐比你们都好我最有具备全备的信，能够移山若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没有爱算不得什么。那怎么叫做爱？爱就是付出爱就是行动
爱不是嘴巴。昨天我们教会有一群头脑坏掉的那个真的是，讲笨大不好意思啊，从8点一直做那些东西做到下午5点，我看腰酸没有腰酸背痛我就不相信。从8点啊，还要搅拌，还要做什么？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们还在那边做到5点，下午5点呢。那他们心甘乐意吧？今天有没有人叫一句说我好累，我好痛，我以后不做了？没有他们反而很高兴的，这些是奉献给上帝。如果我们去找一个企业家来，他一下子奉献1000万，我们教会就解决了。可是我觉得我不喜欢这样，我希望每一个人1分1毛，大家都来奉献，大家都参与，因为这个教会是大家的。上帝才不在乎你有多少钱，上帝看你的心呢。所以我们的服事是什么？服事是服事人呢，不是服事我们的攻击耶。今天蔡崇义到这个教会都互相，到这个教会都互相。我告诉你，我真的要诚恳的告诉你们，我到那个教会走了以后，我都希望那个教会忘掉我。就像我爸爸离开的时候，他告诉我不要再回去那个教会了，让别的牧者不好传道。我们只要离开那个教会，我们就跟那个教会的人就断绝关系，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找到我们。甚至那天桂香这个礼拜说，有人又寄释迦来的，那是几年前的，那大概是10几年前的牧会过的会友，不晓得怎么去打听来的，就寄到我们这里来。我不是说我喜欢得到他一些礼物，而是说我们希望我离开的时候，只有知道主耶稣基督。有一天，我再强调一次，有一天我如果离开了，我希望中间教会不要提到任何蔡崇义的名字，主耶稣基督为大。我没有任何的荣耀，我没有任何的彰显。里面成长的话，全被服侍的话，我们要知道，他所设立的有先知、有使徒、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做什么？成全圣徒。我们做什么？要成全被我们的信徒。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职分，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教师，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牧师。难道牧师不是我讲的牧师是所谓的属灵的牧师，而不是说我们教会里面所设立的牧师？你每一个都可以当牧师，你们都可以去传道，你可以去找人来，你们可以去服侍人，你们可以去把一个小组做出来。我记得我到去新生教会的时候，那杨石林牧师带我去新生教会，那时候人还不多。去新教会的时候，教会好大，新教会现在还在嘛？你们看，新教好漂亮，好大。杨牧师带我去，我那时候也没什么名义，也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有人叫我传道，有人叫我助理牧师，我也不知，反正是随便你们叫，对我都无所谓。因为保罗没有人叫保罗牧师，都叫做保罗先生。我的爸爸一辈子人家都叫他蔡先生，没有任何的职分，甚至要给他颁一个荣誉的传道，他说不要，我就是蔡先生。我如果上帝召我去的时候，就忘掉我，就这样而已。所以当初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我们所谓的服侍是什么？我们从小孩子这么成长。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哥林多前书第10章11节说，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原先制度就像小孩不信，你就会牺牲。你要不服气的话，你不服气，你问他，看他听得懂听不懂。那说小孩就是小孩嘛，他就要吃奶就是要吃奶，他要哭就要哭，他才管你耶，那叫小孩，好不好？非常好啊，他是真性情耶，不像我们有时候大人的负担很多耶，还要戴一个面具在生活。他不必戴面具生活，对不对？他说是啦，你看，你看我问他对不对，他就说是嘛。对啦，你看，所以相对当我们成了人，记住，我们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有2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说，我们要恢复那孩子的本质，孩子的纯真。第二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成人用我们成人的准备、成人的作战、成人的方式，我们不要再安稳的在这个温室里面做聚会。我觉得我们教会的聚会是温室，讲真的，可能有人很不服气，可是我觉得我们是温室的聚会。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风吹雨打。
所以我们说礼拜五我们要报佳音的时候，我自己又写了一段说，如果下雨的话，怕大家淋湿那个脚会淋湿的话，可能不方便。结果阿琼立刻 po 一个文说，下雪都在报佳音了，你还怕下雨？棒嘛，本来就是啊。传福音有什么好怕的？我们都长大成人，我们就是做成人的事情哎。但是要心甘乐意哎。比如说我礼拜五我们报佳音，我们准备7点半在这里先练歌，之后就去报佳音。不勉强各位来哦。我觉得从来我都不想勉强各位，就像明天开始，我们每个礼拜三，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安静复兴的祷告会，没有任何的仪式。泰州的祷告会都没有任何的仪式，就是安静的祷告，为教会的复兴，为你个人，为每一件事情祷告。因为我们教会很少很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有1个小时的时间完全跟神交通，尤其我们这样的教会很缺乏。你看当时那个纯福音教会，那个韩国的纯福音教会，那个已经信徒70万个人，那个赵永基牧师的那个教会，从祷告开始，他们是整晚在祷告。我们新生教会要开始的时候，也是整晚在祷告，接力祷告，每个人1个小时的祷告，一直接力。你1点到2点，我2点到3点，3点到我讲的是晚上啊，一直接力这样一直祷告。我们最起码我们教会呢，看能不能在明年开始，每个礼拜三，你没有来教会没关系，8点的时候你就在心理上，你不管在做菜，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为教会在祷告，在默祷也好。同时间的祷告不要小看，那个力量很大。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要服侍是什么？我们要服侍耶稣。我们在爱中，在神的爱中学习怎么爱神，在服侍中学习神的爱。服侍是什么？学习神的爱。看耶稣怎么服侍人。你说这个我不要学耶稣，也不要学12使徒，12使徒的下场都不太好，对不对？不是钉十字架，就是被倒钉十字架，就是被处死。就像保罗就被下监，到罗马又被处死。那我做这个不好，我要做一个像严千彪一样啊！每块土地，台东几乎处处都是我的土地耶，不是多好吗？你看我现在做工，人家做我还比他老。但相对，那个永生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那个永生是100倍的，那是1000倍的，那是你永远拿不到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里面，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可是这长进不是说我自己多行啊，重要是什么？人于元首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长进，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每一个人不要握紧你的拳头，不要再指摘别人。我们在指摘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是手指头指摘着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不要握紧拳头跟人家甘地所讲的，你不要用跟一个握紧拳头的人握手。你看要握手，你手不张开能握手吗？你这样能够跟人家握手吗？试试看。你看他们2个要试了，怎么试都试不了。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紧闭起来，我们的心房紧闭。只有我们这里好温暖，好棒啊！别人进来的时候，我们不要给他进来，我们就握着我们的手。我们要把手张开，欢迎任何人进来啊！我们要将我们的手张开，因为埋下地下的树根，你有看到吗？没有但树根越扎得越深，整个树干长得越漂亮，结的果实越好。我希望每个人都做那个树根的角色。果实很漂亮，大家看得到，但是那个树根呢，才是真正重要。你看玉文，这是玉文帮我插的花嘛，对不对？你看玉文插的花多漂亮。他有每次讲蔡长老，你每次我插花，你都没有说我插花多漂亮。上帝知道插花很漂亮就够了，上帝知道最好，那是个最大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要握紧拳头来服侍，我们要什么？张开整个双臂来服侍。最后，爱要有实际行动。没有爱，没有行动。更多前13章，我若所有的来帮助穷人，我将我所有的财产，我什么去周济穷人，我将我所有的东西都给穷人。但是，我甚至我舍掉我自己的生命，那是阿嘎贝的爱。如果没有爱，如果你是为了表彰自己，让人家觉得说：“哎呦，你好属灵哦，你信仰好好哦，上帝多爱你哦。”要得到别人的奉承，没有爱，那个行动是什么？没有益处的。今天人家讲说：“中人教会幸好有谁哦，有谁怎么这样？”那是害他
那将神的荣耀把它剥夺了。所有的荣耀归只有上帝，不是谁比较行，只有上帝，所有的荣耀都是归于上帝。我一想到，我一想到那个昨天在我们4楼，应该3楼吧，3楼还是4楼？那楼我没有来，4楼在那边做那些糕点的人，我还不知道是谁，我只打电话来说他们在做，他们从8点做到下午5点呢。从早上8点做到下午5点，还做那个还要糕点，还要这。我想说，每一个人啊，可能想一想说，我如果去赚的钱，我做个生意赚的钱都比那个还多。可是上帝啊，看到你们做的更喜欢，也就寡妇的2文钱，就比那个富有的人奉献的再多更美好。等一下，我们那个。有志的一些会友为我们的世新足球队做一个奉献，然后他们不出名，就是一种有志的一个无名的奉献，因为鼓励他们，因为我们看我们种子已经撒下去那个种子，我们希望它能够发芽，所以我们的爱心啊，能够增加知识，我们爱心的服事能够增加知识，各位可能我以前讲过一个见证，就是我当初在中心教会服事的时候，民国72年、71年。我们教会是民国70年成立的，民国70年70年我就来我们教会，那时候人就找我来。那时候成立这个教会的时候，那时候主领那时候还流着鼻涕啊，可能生出来没有，可能还没有生吧。理论上来讲还没有生，连生都还没有生。但我们在这里奉献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跟上帝讲说我要考司法官呢，很难考大家都号称不是我讲大话，就号称所有最难考的高考，那就是司法官特考。可没有人知道照常服侍，照常探访会友，每天都这样，然后到晚上回去念书，念到2、3点，第二天揉着眼睛去土地银行上班，我还在上班呢。土地银行上班完以后稍微睡了一下，开始探访会友，探访会友回来以后，差不多10点11点都开始看书。我在说你看得下吗？我说看不下，我就怕打瞌睡，就去靠在我们有一个路灯啊，我不是说家穷了，只是我怕睡着，就站着躺在路灯那边看书。那时候真的是体力很好都可以看到2、3点，第二天的也是8点多就要去上班了，就这样熬了1年，我考上了。考上没有人知道，中心教会其实不知道我考上，只是我要去受训的时候，他们知道说你要去哪里，我去司法官训练所受训。为什么我考上了？什么时候考上我们都不知道，别人都觉得很高兴的事情，对我来讲考上就考上，那上帝给我考上，为什么？在那段时间我发觉到说，我越服侍我头脑越清楚。以前我可能要看了好多次的东西，可是这一次我一下就把它看完了。我每次书大概看了3遍以后，我大概可以背8成。现在不行了现在给我看10遍，我也是背不到1成。可是当时就是说，上帝给你一个无限的恩典，所以神的爱里必有善行。我们说人可以行善，可以得救吗？没有主的恩典，你所行的善是为了夸奖你自己。我们所有的善行，更重要的是什么？出于内心的爱。有个小孩，萧子恒，他的爸爸妈妈车祸死亡，之后剩下他跟他的9岁的妹妹，他11岁，2人相依为命。那个村长对他们很好，都经常他的东西，他们大概能够吃的东西都在准备给他们吃，勉强可以过日子。突然有一天，他们妹妹生病，送到医院。医院看他们家境很可怜，跟他们讲说，所有的医疗费用他们可以不要医疗费用，但是要输了很多的血。这很多的血里面，因为非常的贵，所以医院没办法负担，你要自己想办法。一个11岁的小孩，这就问医生说，如果我找不到人，我也没有钱去买血，医生我可以不可以用？医生说这个还要测试一下，就把它测试。按说你们2个相符，你可以输血。会不会痛？医生说当然会痛啊，你忍受得住吗？他说没关系吧，就输我的血吧，就是我的血吧，就开始输血，输，等输完以后，他虚弱的问医生：“我的妹妹会不会醒？为什么还没有醒？”会，输完血，你看，脸色开始红润的，没有问题，已经得到医治了，没有问题，等一下就醒过来。小问了第2句话：“医生，
我会不会死？因为本来要想笑，可是突然愣住了。一个11岁小孩输血的时候，以为他会死掉，他以为我将我的血输给我的妹妹，就是我的生命就会没有终结了。结果不是，医生笑一笑说不会啦，输血以后你就躺了2天，又恢复了，我们身体自己可以造血，真的这么好哦？医生你有早跟我讲，我就输更多的血。医生说也不是输更多的血，已经输够了。我们在服侍的路上，我们能不能用这种小孩子输血的态度？我们为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情愿抛弃一切。你会跟我讲我的事业很忙，我的工作很忙，我每一天都好忙。我也不否认，我每天也都很忙。但是更忙的是什么？上帝在看你为他能够做什么事情。上帝在看的是你们能够为他做的是什么事情。我最后再强调一次，每一个人，你们的恩赐都比我多得多，站起来吧！每一个青年，你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主导者，每一个人都是尊敬的祭司，每一个人都祭司，每一个都是好的牧者，每一个好的传道人，你们都应该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站立，一起来唱诗歌。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每一天，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来，每一个人在心上，现在请默默的祷告，让圣灵感动你，让你勇敢的站出来。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传道者，每一个人都服侍的心，用你的爱
恩赐，用上帝所给你所有的才能，你来服侍上帝。上帝会加添你的力量，上帝会让你荣上加荣。愿凡是倚靠圣灵所行的，凡事你都能做，为了传福音的工作。现在天父，求我们求你，让你的恩典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就像以赛亚所说的：“我在这里差遣我吧。”每一个人奉主的差遣，为主你活出他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大家依然站立，我们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爱。请坐。此时我来报告。报告之前，我们先来朗读今天的华语礼拜的金句2次。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再一次，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1节。下礼拜有侍奉者，请准备心。那我们下礼拜是和会，就是和堂的礼拜，那10点开始，那请大家准时10点来参加。接下来肢体的交通跟代祷事项，我重点来念哦。我们下礼拜是圣诞节的感恩的联合礼拜哦。那礼拜中我们也会举行让弟兄的洗礼跟圣餐，那也会举行新任的长职各团契的会长的就任式。那请有要出席的要准时。下礼拜的夫妇团契的聚会主题是感恩的一句话，内容是各组分享感谢神的事，那由各组长处理，那请大家踊跃来参加。肢体的交通跟代祷事项有3点哦。第一个是为了全球的疫情能够止息来代祷，那为了教会的福音的推广事工来代祷，那为了2家苏丽霞、还有秀玲、还有叶基安长老的全家的信仰、健康、学业、起居、工作等等来代祷。那有一个点要补充，就是刚刚这个蔡长老有提到，就是说12月24号本周五我们有要报佳音，那7点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有要参加的我们先跟那个严长老严志荣长老来登记那他登记完他才能够安排路线。那有要参加者呢，7点半我们会在教会集合，那练习完以后我们就会依着我们的路线那来做报佳音。那接下来请起立那我们
来为了刚刚的这些事情来代祷。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并请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主的仁爱中彼此的扶持，让我们现在活着不是照以前的旧样，而是照着基督的样式。主啊，我知道我们很多做不到的地方，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相信在你的圣灵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靠圣灵胜过每一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那我们请持续站立，唱颂龙诗歌。颂龙完以后，请蔡崇义长老为我们祝祷。赞美一生万福之源，天下参灵都当颂言，天上万军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阿们。请你们有人站立来领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降生带来的恩典及救赎，上帝所带来的怜悯以及慈爱，圣灵的安慰扶持与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特别跟细生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请坐，默祷，闭会。
那个我们来，我们在行平安之礼之前哦，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这礼拜的四福音哦，总共华语有2个哦。那在那个周报的背后有那个四福音的部分。来，我们看了哈，我们把那个周报先翻开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哈。总共有两个四福音哈。第一个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章21到27，来，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里面。约翰福音14章15到17。那此时我们来行平安礼，请会众起立来向前后左右的弟兄来行平安，平安。